髮型的二次裁剪，該不該額外收費？在剪髮的過程中，髮型師偶爾會遇到一種情況，客人原本已經剪完頭髮，卻突然要求再剪短一些，這就是所謂的非需要性二次裁剪。這種情況下，髮型師是否該額外收費？答案其實取決於客人與髮型師的關係。如果是熟客或交情較好的客人，髮型師可能會視情況給予彈性，但若是完全沒交情的新客，理應直接告知二次裁剪需要額外收費。如果是我遇到這樣的客人，可能就會直接說，要不要直接換個設計師？或許這樣對你我都更好。美感不同，真的值得一再修改嗎？每位髮型師都有自己的美感與設計風格，當客人要求再剪短一點時，其實已經否決了髮型師的專業與審美。事實上，即使迎合客人的要求，並不代表最終結果就一定會更好看。這就像做人一樣，無論怎麼做，都無法滿足所有人，總會有人喜歡，也會有人不滿意。何謂需要性二次裁剪？並非所有的二次裁剪都屬於額外需求，有些情況下，二次修剪是必要的。例如，燙染後的微調修剪，染燙過後的頭髮因彈性跟顏色變化，可能需要再次修剪，讓整體造型呈現更自然的迷人好看。沖洗後的長度調整，剪髮後的再次沖洗，頭髮的彈性與自然捲曲度可能改變，因此需要再次修整，確保髮型的平衡感。這些情況下的二次裁剪，是為了讓整體造型更完美，而非單純的想再剪短一點。最讓髮型師困擾的行為，比起單純要求二次裁剪，更令髮型師感到頭痛麻煩，是那種要你慢慢剪，他再決定剪到哪裡的客人。這種方式雖然對客人來說可以一步步嘗試不同長度，感受變化，但對髮型師而言卻極為麻煩。因為不同長度的剪裁方式與層次結構大不相同，每次改動都會影響整體架構。如果客人願意額外付費購買更多時間，當然可以和髮型師商量，看看是否能這樣任性。但若是單純反覆改變想法，這其實是對髮型師的極度不尊重。科技進步，請先自行評估適合的髮型。現在許多 App 都有虛擬試髮功能。客人可以先模擬不同長度的效果，再與髮型師討論，這樣既能節省時間，也能降低因不確定性而反覆修改的機率。總之，尊重專業，理性溝通，才是讓剪髮過程更順利的關鍵。答案其實取決於客人與髮型師的關係。如果是熟客或交情較好的客人，髮型師可能會視情況給予彈性，但若是完全沒交情的新客，理應直接告知二次裁剪需要額外收費。如果是我遇到這樣的客人，可能會直接說，要不要換個設計師？或許這樣對你我都更好。美感不同，真的值得一再修改嗎？每位髮型師都有自己的美感與設計風格，當客人要求再剪短一點時，其實已經否決了髮型師的專業與審美。事實上，即使迎合客人的要求，並不代表最終結果就一定會更好看。這就像做人一樣，無論怎麼做，都無法滿足所有人，總會有人喜歡，也會有人不滿意。何謂需要性二次裁剪？並非所有的二次裁剪都屬於額外需求，有些情況下，二次修剪是必要的。例如，一、燙染後的微調修剪，染燙過後的頭髮因彈性變化，可能需要再修剪，讓整體造型更自然。二、沖洗後的長度調整，剪髮後再沖洗，頭髮的彈性與自然捲曲度可能改變，因此需要再次修整，確保髮型的平衡感。這些情況下的二次裁剪，是為了讓整體造型更完美，而非單純的想再剪短一點。最讓髮型師困擾的行為，比起單純要求二次裁剪，更令髮型師頭痛的是那種要你慢慢剪，他再決定剪到哪裡的客人。這種方式雖然對客人來說可以一步步嘗試不同長度，感受變化，但對髮型師而言卻極為麻煩。因為不同長度的剪裁方式與層次結構大不相同，
每次改動都會影響整體架構。如果客人願意額外付費購買更多時間，當然可以和髮型師商量，看看是否能這樣任性。但若是單純反覆改變想法，這其實是對髮型師的不尊重。科技進步，請先自行評估適合的髮型。現在許多 App 都有虛擬試髮功能，客人可以先模擬不同長度的效果，再與髮型師討論，這樣既能節省時間，也能降低因不確定性而反覆修改的幾率。總之，尊重專業，理性溝通，才是讓剪髮過程更順利的關鍵。